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莫讲阿叫啦！你啉酒醉啊？我无啉酒醉，酒鬼。我讲酒鬼。哦，你看伊啦，伊伫挡伫头前，你莫甲丢脸共款，伊伫出现伫我面头前，好无？好，安尼咱行这边，这边，较说哩，这边。我明明甲你讲我无啉酒醉，已经讲226遍了，好无？到。几号？锁匙嘞？锁匙，皮包啊，皮包。锁匙伫倒位？出来！唔出来我就甲你倒出来！嘿嘿嘿。耶！我告诉啊！是的。这里。哪会这么乱？我就嘴大。好，随来。滚嘴。来啊，滚出来啊！来，起来啉滚水。啉滚水。倒啉。好，啉完好，收起来哦。妈，哪会当我去别个所在啊？我一定要住在真岛啊！陈文琪，妈，有感觉一个母了做军歹看，我替你摕去退掉，我替你搬去仓库。就当妈，我即摆伤细汉，搬无法，养阁袂要紧。等我大汉啊，我一定会做少济少水的衫，
了甲你做伙管理工厂，安尼你就毋免遐尼忝嘛。妈，其实我一直拢想要甲你讲，不过张友兰做伙啊。要毋过你毋免烦恼，我会认真读书，甲会共款考到第1志愿。要毋过已经袂赴啊，啥物拢袂赴啊。不要紧，一切拢过去啊。我就惊，我一世人拢袂幸福。你一定会幸福的，我保证。妈，我就想你的。你看我这么打拼，敢有感觉足骄傲的？有，一直拢是妈的骄傲啊。你哪在遮？啊？你哪在遮？你起来啊，搞早。你哪伫运动？你昨吼最近唔知影人啊，若是我唔留落来，谁照顾你啊？啊，就够水的。迄落喙若切切，准备食早餐啊。昨到底是安怎？我哪拢想不起来。吃了。迄落昨暗咱敢有？你讲嘞？我就是想不起来才问你啊。哦，所以你真是什么代志拢想不起来哦？去酒吧，阁有淡薄仔印象。离开酒吧，甲回来了，我拢袂记啊。安尼，我敢有讲啥物奇怪的话，也是做啥物奇怪的代志？有。你吼，对一支电话条仔讲，叫伊闪开，然后伊转来的时阵，甲皮包拍开，叫锁匙出来，出来，锁匙出来，我赶紧来。停！这款见小的细节会跳过，讲重点好无？
重点就是，你问我敢要甲你做伙？我安尼讲，你讲的，你搁哪口哪叫我莫嫌你老？我哪有可能安尼讲？不管你要信无，回头我是信。酒醉讲的话，你搁当真哦？你这是酒醉讲心内有话，我认真看待。我哪会找你去啉酒啦？回你后悔嘛袂赴啊，吃啦。啊，是你伫讲算笑，伫创伫我对吗？安尼咱就来看卖，我讲的敢是真实的？这叫迎香血，迎香血，英雄对血哦，迎香血，常常安尼吃吼，会当消鬼水，搁会当互你的血路循环变甲足好的。对啦，我有一个中医朋友，伊互我一包养心茶，我昨刚泡来互大家啉哦。来，饮泡满酒，系用心地呢。来，你进倒三缸茶。我甲恁讲哦，听讲啉这吼会当互免疫力变好哦。来好食，来好食，来好食！你来了，你来了，好姐，我甲你讲，你幸福好话搞哦！来啦，你幸福好话好诶！我甲你讲，伊拄则吼，搁替我掠头，搁有茶通啉呢。你话紧来啉茶啦，对啊，真是足好啉的。啉茶。你来叫阿姆，爱叫妈啦，对啦妈。你哪在遮？我是听嘉诚讲，你透早拢会来遮做运动。我毋知影你穿了有烧无烧，想讲你身躯边应该有人陪你。对，来好姊，恁新妇吼，遮尔捌代志，搁遮尔大心，拄则我搞掠头呢，你好命啦，真好命啦！阿美子，哪有啦？阮妈平常时受恁遐尼济照顾，应该是我甲恁说多谢才对。来好姊，恁新妇遮少年，一定真紧互你抱孙，莫袂记爱请咱去工班食油饭哦。对，食油饭，对啊，有油饭是要食什么油饭啦？油饭在菜市啊巷仔口遐拢真好食，你家己无要去买哦，那就需要我请啦。这条妖怪创啥？来好姊，妈，来好姊呀，妈，来好姊是安怎？妈，你等我一下啦，妈。卖茶啦，你这是安尼哭茶啊哈？等我一下好无？卖茶啦！吼，你实在是足够面皮呢哈！你都还未入阮家的门，你就一直安尼叫妈，你叫拢袂歹势哦。阿哥，你无经过我的同意，就走来去工班找我，佮甲人讲你是我的新妇，即摆是安怎？想要怀菜饼日子比我新年就对啊啦！妈，我是感觉咱拢无机会好好熟悉一下。嘉诚甲我讲，你伫遮练气功，我感觉我应该过，所以我就来啊。我无啥物意思，你莫生气好无？哦，你的意思是讲，阮后生调工细致叫，就是叫你来遮互我生气是？毋是啦，嘉诚无安尼讲，你莫误会啦。好啊啦，我甲阮后生实在50-60年啊，伊的个性我知，阮两个有误会无误会吼，阮是原来知，甲伊一点仔关系拢无。看起来你听有无？就是无关系。我知影我甲嘉诚做伙，互你感觉足意外。也毋过我对伊是真心的。假使你同意，我会当为着伊做任何代志来证明。你想要证明？一下，好啊。
早起出门吼，袂记炸茶啊。啊无，你去买饮料互我啉啦，我在这等你哈。妈，阿姆，你要啉凉的啊？还是你要啉矿泉水，还是要啉茶？要有糖的，还是无糖的？我这人随在啦，你买啥我就啉啥的啦。我去头前遐买凉的，互你啉，你伫这等我。好，我无咧戆戆，叫要落啊，小洗才着煞。团这相片是要创啥啦？俩准我也看着，太屌啦！哎呦，安尼无法度哈。阿妈，文琪啊，来，你来拄好哈，甲这群主替阿嬷吼退出。这毋是你的气功工作，为啥要退出？哎呦，我都不爱学啊！你家退出就对啊啦。我，无都爱伫那叫要吵死啊！恁两个透早奶？毋是啦，毋是啦，恁昨暗做伙过暝哦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但有一天要慢慢走回家，一起在浓烟下。恁两个透早奶？毋是啦，毋是啦，恁昨暗做伙过暝哦？毋是啦，阿妈，我哎呦，你免解释啦，阿嬷知影啦。阿嬷，你知影啥物啊？哎呦，我知影恁吼昨暗时困做伙啊，做伙起床啊，做伙食早顿啊，即马还阁做伙要上班对无？哎呦，免解释啊啦，少年人这个恋爱过程哦，阿嬷内行的，我知啊。阿嬷，你真是足高的呢，拢互你摇着。阿妈，你哪会伫遮？啊，就迄个冰封啊，毋知影在创啥，走去我伫冷气缸迄个缸遐，甲遐人讲伊是我的新妇啦，我知影一条工去遐了，我生气啦。哈？周冰峰走去冷气缸？对啊，安尼吼，我行到倒位，伊就缀到倒位，缀条条呢，敢若树林藤这尔黏啦。加在吼，阿嬷生气哦，我想一个办法甲伊休掉啊，啊若无，即摆搁黏的呢。我搁有淡薄仔时间，无我先送你转去。我袂啦，你即摆若送我转去哦，伊搁缀我转去啊，伫厝内底甲我大细吧，我就袂咧。要毋过我爱上班，交还怪我去开店呢。哎哟，我袂记得你伫开咖啡厅啦，你遐有早顿吼？哎哟，阿嬷早起还袂食呢，搁有面风气势哦，即摆头壳咸咸，腹肚就枵的。啊无我来你遐食啦。好啊，阿嬷，你敢会食啥？拢爱食啦，来，我用互你食。我甲伊去食早顿哦，啊你家己去上班再见啦哈。你要转去的时阵会记口啊。无闲啦，莫卡啦哈。哎，最枵的呢，啊你煮无哈？请你来。阿嬷即马伫咧交番的店食早顿，我规工拢爱开会，无法度去接伊。你等下若是有闲，去甲阿嬷送转去。阿嬷，哪会在交番的店呢？你周明峰啊，周明峰找要创啥？人透早就陪阿嬷去公园练气功，这代表伊要甲大家甲关系补好。伊敢会伤着急啊？啊，你毋是讲要阻止伊？你骹手若是伤慢，等伊真是入门，你就免想要带刺回饼啊！我袂互这种代志发生。上好是安尼，我感觉阿一个周明峰较有可能，你甲刺回饼较无可能。好心甲你提醒，莫连结婚都慢人一脚步。喂，回斌啊，你身体无用，我等下会去找阿嬷。我无得无用，你讲。我伫遮提醒大家哦，
选举已经开始啊，麻烦骹手较溜了咧。这个资料真重要，我下礼拜开会就要用啊，马上准备。好，这两盆你要摕去倒位？这是恩院长送的。谁送的拢同款啊！用恁的头壳想清楚好无？一丛树仔囥伫厝内，恁即马是咧祝福惠民，进入这内底心，摕去外口啦。哦，哎呀，讲到有顺。两位小姐，恁已经试真久啊呢，管那钱嘛袂有选票。来，这摕咧。外口两边拢爱要打，今日体温大咧。是去。咧战斗啊，麻烦大家较有精神咧。好，因为你做的苗单无问题，而且含英语上啊。另外，这个蔡理长、西亚会高总干事，还有周议员、吴议员较重要，我要亲身去拜访。好，我随安排时间。希望这礼拜所有代志拢会处理好。啊，若无竞选办公室开无了后，阁有足侪代志爱无用。对了，你去拜访这个人，敢要请市议员陪你去？毕竟因拢是老朋友啊。唔免啦，我家己去就用个啊。免啊，要毋过因。照我的意思做啦。惠敏，有人竞选办公室准备了有顺利无？差不多啊，只有一寡小问题爱解决。其实阮爸比我搁较紧张呢，逐工拢要走来看我，不过敢若家己要选共款。咱来去内底讲。好。这样。家己的查某囝头一摆参加议员选举，爸爸的关心真正常啊。关心是无要紧，就惊啥物代志拢要管，安尼我顶头真歹做代志。就连我的助理嘛安插伊家己的人。另外我查到啊，蔡素贞是周明峰伊妈。这两个人果然有关系。蔡素贞离婚真侪年啊，只甲生一周明峰一个查某囝，而且伊恢复伊的迄几笔钱，伊拢是收到了后就马上领出来，所以查袂出来伊摕这个钱是要创啥物货。另外，蔡素贞又早起甲跋筊的前科，3年前佫因为放荡来，差一点去坐监。有人，你感觉阿姊敢会是互蔡素贞伊骗去啊？蔡素贞虽然背景无单纯，也毋过阮爸在生理场这几年，应该是无这么简单哄骗才对。除非是因两个人联手，一个假歹人，一个假好人，互阿姊中计。钱哄骗走佫无要紧，假使连感情拢只是一种手段，阮爸一定会真伤心。照目前的资料，无法度证明因母仔联手来骗阿姊啊。无得靠，因是真想有困难。甲阿姊借钱嘛无一定啊。我应该会去找蔡素贞，问伊到底有啥物目的。干嘛我甲你去啊？唔免啦，你即马嘛算是半个公众人物啦，还是较细腻的，这件代志我来处理就好。希望唔是咱想的安尼。安尼讲是有啥物意思啊？哈？甲迄个泡用较落去，泡用较落去，好，然后停落来，为遮倒入去。哎哟，你实在有影有够呢！这咖啡吼，我真正是吼，啉我嘛无内行啦，煮我嘛无内行，也毋过来，你放下啦哈。一个爱心。烘咖啡吼，我上内行啦。阿妈等下，细哩。买啦，我伫厝内常常咧烘菜，这哪有外重啦？你嘛看我无啊？小姐，来啊！你来咖啡来呀！这吼曼陀珠咖啡，我甲你讲，你来行的会晓啉这呢。这吼烘焙爱足久的呢，啉落去足香的。来，这是吼伊索普利索。
这嘛是内行的在啉的呢，就搞啉了偌好的，真是拢来啊！来，这家具啉了，这叫拿铁啦，哈，啊，为啥叫拿铁？啊，就先因哪啉哪开讲啦，哈。来，你慢慢啉嘛。歹势，迄是满份单品 ，espresso 加大杯小的拿铁，请大导伊。啊，拄则嘛是安尼搞笑的啊！啊，人拢听有啊，你就讲一遍啦，因听有啦。我讲的你拢听有哦。对啊，阮常常来拢知影。嘿，你看着无？歹势，哎，好好，马上来哈啊！去啦，这边我来就好，你去啦。紧的人客要担物件，你哪呢？紧去莫看啦，歹势哈。陈生啊，嘿嘿，啊，你这句会晓袂？袂啊。哪会白啦？人若无食物件吼，会无体啦。你遐两蕊目睭吼，干那遐看电脑，甲伊顶条条。你看你啦，哎哟，迄后面吼，敢若派一粒骨共款，坐久吼，拢翘骨啊啦。这少年就翘骨，可怜呢。你看我，徛甲直直直啦，对无？尤其我行路，你看我哦，来行过来，在，行头前，行后壁，人就是爱安尼活动嘛，活就爱动啊，嘿。先生啊，啊你真是我养过两个哦，啊不你嘛阁有哎哟，这人客真歹招呼呢。唉，若讲到这少年人哦，有影真害啦。毋若手机啊，就是电脑啦哈。目睭啊，毋看一寡清晰的物件，拢看电脑。那蓝光啊，看久啊，对目睭无好，大家拢讲袂听呢。哎来，钱收起来哈。阿妈，啊，人就袂晓啊，你莫安尼。甲人勉强啦。若要讲着做生意吼，你着真是无阿嬷遮内行啊。咱要求毋是每一工拢爱客满，啊你若逐个礼拜人客吼，拢点一杯咖啡坐遐尼久，你毋免3工就倒啊啦。不要紧啦，因要坐偌久拢会用的。我无咧赶人的。我嘛无咧赶因啊，我是惊伊不倒要提醒伊。迄个毋知会晓袂？阿妈。啊？等下，哈，交搭3个。什么代志？我杯仔拄洗好，还要切荷担。哎哟，我切荷担好不好？哦，好，我来切哈。小姐，我得无闲哦，你也爱讲呢哈。加油！阿妈，这麻烦你。好，小太我才会洗哈。阿妈，麻烦你哦。袂啦，那会麻烦，切这就辛苦的代志啊，啊。找啥啊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一个午夜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彩虹了，眼泪流下。来，欢迎光临，请入来，免客气。来，我开电火。哎呦，真正足歹势，哎呦，足见笑的，互你看着阮兜搁下搁乱，歹势，我整理一下哈。哎呦，真正是为着过生活嘛是不得已啊。明芳卖一领衫，嘛无趁偌济钱，所以吼，阮实在无钱去外口做领病啊，做啥物仓库。不是啊，蔡老师，免麻烦啊，我来，只是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你。嘿，哎呀，我感觉足气愤呢，你叫啥物律师啊？咱拢要变做一家人啊，对吧？我有听明芳讲过你，听讲恁爸就要退休啊，所以即马规个兴华拢是你咧做主，对吧？你敢真了解阮公司的代志啊？哎呦，我唯一的宝贝查某囝拢要交互恁啊，我当然爱了解一下啊，对吧？哈，来坐啊！真是毋免啊，蔡律师，我马上就要走。啊，我就直接讲，莫耽误你的时间。阮爸最近对公司的口座汇几笔钱给你，所以我想要知影伊汇这钱给你的原因。我会当为虾米啊？哈？我一个查某人，互翁婿放散，也无读啥物书，
我摕啥物饲查某囝？为着民风，我嘛只会当遮借一寡，遐借一寡。辛苦遮尔久啊，真无简单，等到一个好的归宿。也毋过，讲到阮查某囝民风，我真正足毋甘的。遮就剩我一个无依无我的老太婆。也毋过，这间厝有贷款500万。既然你来啊，我就顺续甲你参详一下哈。明峰甲恁爸婚礼拢已经在准备啊，张家即马嘛是你在做主，所以我想，迄500万是毋是就当做明峰的聘金哈？你千万莫误会，我是在卖查某囝哦。实在是，这500万的贷款，搞我这个无依无我的老太婆，地价得要无法度喘气啊！蔡律师歹势，你敢若误会啥物啊？阮爸虽然甲兴华交互我管理，也毋过公司的资金毋是我，或者是伊讲了准算。是哦，我是感觉你受欠虚啊啦！以你兴华这么坚强的实力，哪有可能连500万都负担袂起对吧？我拄则已经讲啊，要用公司的钱，有一定的程序爱行。也毋过你拄则讲的代志，我会考虑者。是哦，安尼歹势，我先来去啊。有闲定定来哦，莫客气，咱是一家人啊。迄件代志就麻烦你搁考虑一下哈。定来哦，多谢。骗相啊！你兴华连500万都负担袂起，你倒头一工出来走跳的啊！切！多谢光临。嘿，嘉文哥，互你阿妈搁加困一下，啊？有咧啊？敢有当请你靠恁阿姐，叫伊紧来接阿妈转去。好啊，一切都拜托你啊！好啦，无代志啦，师傅。你要啉啥？我请你。冰奶茶。当然有，等我请。礼拜哦。想袂到蔡叔真正是会开嘴甲你讨钱，而且数目比阿姐互你的搁较济。伊的企图已经真明显啊，根本就甲阮爸当作金库。即摆问题是，这是伊个人的行为，还是甲周明峰串通好的？有人，敢要完整调查周明峰？调查的代志就麻烦你啊。等证据拢摕到啊，我就要去找阮爸讲。好啊，安尼咱今日去找阿妈。行。好姐，搁一粒，搁！哦 ，yes， 贵贵中啦！师傅，比赛拍了袂歹呢，无参像阮阿兄，拢伫有后卡。对好，我嘛足久无算到这么欢喜啊！我已经大概从阿兄算，伊拢会讲，张有力，你莫伫遐无采时间，先去读书好无？足烦呢。也毋过伊讲了嘛对，读书真重要。也毋过人嘛需要休困一下。
而且真侪研究讲，拍电动会当锻炼头壳，比你规工伫遐一直读书效果好真侪。师傅，你的后壁有光呢。阮阿兄若来哦，拜托你甲伊讲者。嗨，哎呦，讲人讲。大兄，回面子。阿嬷困去啊？今仔日阁麻烦你啊。不会啦，阮家阿嬷就甲我阿嬷同款，家己的代志哪会麻烦？啊你咧，你走来遮创啥？免转去读书哦。是，无啦，着阿嬷打电话叫我来陪伊啊。哦。阿嬷，阿嬷，慧敏你来啊！恁巴肚会枵袂哈？我甲恁点物件。唔免啦，阿嬷，阿嬷，恁巴肚会枵袂？我甲幼莲送你转去，我煮面互你食。袂用的啦，我答应交汉吼来遮做散工，即摆下班的时间还袂到呢，我来个做我走啦，袂安尼啦。无安尼啦，恁对去食交欢喜的什么意大利面哦，足好食哟哈！而且伊个有什么三明治啊，啊个有贝果，啊个有什么迄落。大姐，恁哪拢伫遮？既然今日大家拢伫个，就莫转去食饭啊！我煮手螺菜、卡马豆海产意大利面，互你食好无？好啊！师傅，巴肚最枵的，而且最近互迄只比较有厝袂当转去。对啦，阿嬷，你伫遐食看明仔交换的手艺，你一定介意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对啦，阿嬷，你伫遐食看明仔交换的手艺，你一定介意的。这也就需要你讲哦。我伫遮做散工规工啊，人客点的吼，食了拢饿了，才会转去啊。安尼啦，咱就在遮食好无哈？来坐啊坐啊，坐大肚啦，来有人啦哈。我去倒盆水。好啦，我甲你做伙来倒啦。好啦，交换，就阁麻烦你啊。不会啦，大兄，坐啊。你讲紧去煮面。拄则有你讲的迄只是啥啊？周冰峰。来，妈，阮倒来啊！妈，有莲，有莲，伊拢无伫厝哦。奇怪啊！我阁专工甲妈讲，暗时要伫厝食饭呢。是毋是伊拢无想要见我，所以拢出去啊？袂啦，应该是朋友找因去食饭。哎呀，是我毋好，无甲大家讲清楚你会来，而且阁要亲身煮食。安尼即摆要安怎？这些菜毋就拢白买啊？无要紧，你煮，我食。好。咱交往遐尼久，我拢还袂亲手煮一顿饭互你食，今日就互我好好练习一下。好，我来倒茶吧。袂用诶，我要家己来。你着去客厅啉茶、翘脚看电视，我真紧就好啊。来，去。要毋过你敢真正好啊，你免烦恼啦，我会用诶。我嘛知啊。真是，我会用诶。好。哎呦，嘿嘿嘿，真有素食吼，而且吼，遮尔兴华国军呢。
我是咧想讲吼，啊无安尼啦，以后咱要讨论要安怎对付九九，拢来遮就好啊啦。遮就当做迄个作战中心啦，吼。会呢哦，阿嬷。阿嬷啊，安尼敢好？阿嬷，咱常常来交换的店的，会甲你造成困扰，人搁要做生意呢。对啊，阿嬷，安尼敢袂伤麻烦你啊？袂啦，交换是我未来的孙婿呢，对无？咱是一家伙仔，哪有啥麻烦？哦，唔甘哦，啊你若唔甘，你就对伊较好，较体贴就好啊。啊对啦，阿公，虽然讲吼，这间咖啡厅人客足多，也毋过大部分的人来遮吼，拢甲点一杯咖啡，坐落去就几落点钟，安尼对交换来讲哦，收袂好啊啦。所以我想讲吼，以后咱较食来包场。咱物件点较多咧，安尼就是家斗3工啊，吼，啊对，恁两个吼，若要约会，万一来遮啊，若要甲客户讲生理吼，万一来遮啊，赶快爱开钱，当然是家己赚啊。哦好啊，无着照阿嬷意思啊。靠！叫我遮尔大声创啥啦？迄只传信息给我啊，讲要买 Westbrook 限量球的货啊。啥是 Westbrook 就是摕过17年度 MVP， 搁有场均大3元的两个龟适合换伫限量球的，无几箱就歹买的。Westbrook 有在卖球的哦。哎呀，阿嬷你毋捌啦。重点是，伊即马讲要买给我，啊我要安怎？啥物要安怎？伊就是知影你有伫收一球的，就伫甲你写。我知影，毋过我有哩。阿嬷甲你讲哦，食人虾就讲好话，摕人虾就软心，哈！你无缘无故摕人物件了，你敢搁要对付伊啊？搁再讲啦，你的球话遐尔多，你是安怎？你有几支卡用穿？你是牙工阿嬷无共款啦，限量的球鞋呢？你就甲伊讲唔免，啊多谢就好啊。看我创啥？大姐，简单啦，唔免啦，多谢。大姐，我的球鞋，我唔管，我为这个家牺牲足济，甲伊赶出去了，你一定要补偿我。有哩，你生日丢到啊，啊无我送你啦。慧敏姐，袂用诶，伊的鞋啊遐济啊，你莫搁甲失歹啊，慧敏。唉，只是一双球鞋尔，遐尼认真创啥？有哩。看在你遮尔有义气，为大家牺牲遮尔济份上，大姐买互你。多谢大姐。好啦，上尾拢无要紧啦，反正咱对即马开始拢回面是话，看伊的面皮有偌高，看伊的肚偌好。来，哎呀，来，烧腾腾的卡玛豆海产意大利面好啊！多谢，哎呦，看起来就最好食啦。今日恁拢是我的 VIP， 做恁食。交换抓在倒位？伫柜台后面，麻烦你啊。啊，多谢。来，你家 baby， 来。有人，咱敢要甲大家讲，咱今日调查到的代志，互因知影代志无遐尼简单，至少会有一寡方便。先莫讲好啊，文琪较有理，个性较冲动，我无想要互阿嬷遐尼烦恼，也是等我甲阮爸讲过了后，才阁讲啦。这是什么资料？徐小姐叫我调查一下啦。慧敏，原来心内有拍算啊！中介人怀疑我嫁予家姐是为着因兜的钱，你为什么要伫咧背后堵我一刀？
以后我袂阁稳准刑罚有这种公私不分的资金来往。你敢知影伊阁开喙甲我讨500万？竟然找你讨钱！照咱本来的计划，做菜了后，咱两个就应该分手啊。咱真歹分手。这交换实在足大心的，伊知影若是无甲你做差长，你可能会无用到中头拢无吃物件。我从来无想过要甲比我较少岁查甫囡仔交往。也毋过敢要着你，是我的代志，你无法度替我决定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前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，去听了像候鸟咖啡的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